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巴西伫6月份庆祝天主教圣诞的期间，热气球是真受欢迎的活动之一。不过，伫当地时间2日透早，确实发生有热气球向伫空中倒毁了后，转落落来，造成8人死亡，13人受伤。 在21个星期，热气球向空伫空中倒毁了后落落去了后，气球涉气分离，载人掉落就亲像火球共款，为空中弄向地面。翕影片人也为原本的欢喜加做行行气球。这意外发生伫巴西南部圣卡塔琳娜州的有名景点普拉亚格兰德。当地时间2日早起，造成8人死亡，活落来13人被送去病院救治。 Estamos aqui na cidade de Praia Grande, onde estamos atendendo uma ocorrência de queda de balão, na qual estavam presentes 21 pessoas, sendo dessas, 8 em óbito e 13 com vida, que foram encaminhadas aos hospitais da região. 真侪救援人员赶去现场搜救，现场人表示，热气球的驾驶员想要下降热气球，而且伫接近地面时阵，赶紧叫乘客透拿逃生。不过部分乘客无安尼做，了后火势搁较猛，热气球也落个真紧。巴西总统普拉指示会协助受害者甲家属。圣卡塔琳娜州长梅洛是表示，会调查意外发生的原因。根据了解，热气球是巴西伫6月庆祝天主教圣诞期间的热门活动之一。公视新闻新竹报编辑。各位乡亲，再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气象署按算要修正气象法，甲关稳列入去灾害性的天气。今年第4季会甲草案送去行政院来审查，若有通过，休高温假就会有法院的依据。 过来看联合报，长照家庭的照顾者哮喘的需求大，部分的县市因短期照护申请的量是直头增加。其中台南市这项的经费5月份就已经用了啊，目前暂时是暂停申请，嘛互家属烦恼讲，恐惊会无法度再申请。来看中国时报，全台湾有登记的车甲奥多麦的数量，5月底登记的有超过2335万台。 是正式超过咱人口的总数。交通部分析，一个民众或者是一个单位会当同时登记几啊台车，才会致使车的数量比人口要搁较侪。咱继续来关心大罢免的消息。中选会公告头一波罢免案投票日是7月2日，民进党各选区嘛开始甲罢免团体4个咧宣讲。 另外，总统大清朝拍算为今仔日开始启动团结国家10讲，头一场就伫咧下昏，因为这时机是真敏感，嘛引起在野党的不满。不过，总统府这边是强调讲，这时间是抢拄抢，并不是调工安排的。 骑自行车，台中第6选区罢团甲中西东南4区民进党机关由台中文化中心出发，沿旧城区西，沿路吹票，最后到终点台中公园。大罢免，大成功。头一波罢免案投票日确定伫7月2日举行，民进党党公职就见到为止，串联成安选区罢团展开6节。726，站出来！北市民代甲罢团联手，8日透早徛伫街路宣讲，党部搁较规划7月起举办大型活动，希望推出同意罢免票。 看板的部分，还有空战的部分，还有陆战的部分，其实我们都尽全力的安排。那包括另外的一些大型的活动，我们现在目前都在陆续规划当中，为3届罢免来做准备。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所有的志工其实都非常的期待，接下来办的任何陆战活动，我们都会把强度再度升高。总统府早起也召开记者会，宣布赖清德总统会为礼拜2起去各大社团进行团结国家10讲，重心分别是国家团结宪政体制、国防。 外交两岸民主和平欢迎均衡台湾，对下乡宣讲后在野党即期，若要团结爱先停止大罢免，呼风回应。总统谈话甲公民团体活动无关系。罢免其实是公民团体自觉所发起的运动，没有人有办法主导，自然也没有任何人是可以去停止的。总统也一直想要表达说，他对团结国家、对国家主权，还有对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是
非常的重视，这不是这几天的临时起意。副方强调，总统就任决打但会重心一致，对外深化台湾甲世界连结，对内希望团结民众、调野国家，共同面对外来威胁。三港市受民间邀请，并不是调港选择时间点。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选会宣布，国民党24个立委罢免案成立，而且要伫咧7月26来投票。参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会全力来协助各地联防。也若战斗内发起人就小康，伊嘛举办800支反恶霸团结大会。台中市长罗秀燕嘛专工上北来相听，而且嘛批评民进党讲卖个政治斗争啊。日下晡4点外，台北荣兴会园广场客满阿爷支持者，这场战斗栏发起人赵少康举行的800支反恶霸团结大会，号召阿爷民众伫7月26一定要出门投罢免案的无同意票。去头不同意，我不同意，监督才有力，监督才有力。这摆800支11会立委罢免案成立，在其中的立委大书报这期全国超过15万份联署数，二届联署人甲一届登记人是顶达，不过检调就是商标唔办。刑事故犯，而且是挑战公权力。那我们看中选会现在怎么样？什么动作都没有，要有动作，要一视同仁，不可以双标，检调也不可以双标。大书报批评罗总统的团结国家10讲就是大罢免大出场，引起民主内战。特别上报的台中市长罗秀燕也批评民进党治国无方，大罢免伊虽然是配角，不过要跳出来呼吁民众投反对票。希望大家7月26号一定要出来反罢免，您的一票可以导正赖清德，您的一票不同意，可以让民进党缩手。不要再搞政治斗争。而现在起参加活动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表示全力协助党内同志透过科学联防来对抗。最重要靠区域联防，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民进党有中央无限的资源，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团结。那团结除了个别立委以外，一定要做区域的团结。目前全台24个国民党立委罢免案成立，党主席朱立伦发声，呼吁联防爱团结800支中部到桃竹苗，过来扩大到全国。记者综合报道。罢免的消息看煞，换来看有外国媒体讲，美国按算要取消三星，也有台积电等半导体制造商伫中国使用美国技术的合并权。这项看作是川普政府要来减少关键技术流入去中国的其中一步。不过，产业界烦恼讲，这个政策恐惊会和美中贸易的关系是愈来愈紧张。台湾电子业技术领先，半导体大工大厂台积电也伫全球几个所在设厂，同时伫中国设有南京12寸晶圆厂、甲上海8寸晶圆厂2大厂区。也毋过，20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将研究撤销全球较大半导体的厂商伫中国使用美国技术的合并权。台积电在中国大陆有南京厂跟上海张江2座厂，合计的话，大概对于台积电的营收大概会有4到5个百分点的影响。SK 海力士跟Samsung那就更不用讲，他们也有在中国大陆有记忆体的厂房。根据了解，南韩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甲台积电目前享有美国政府核发的全面合并权。温存3间公司将美国制造的半导体生产设备运送到中国的晶片厂商，无需要针对每一个摆设备出口单独申请许可证。即马美国希望取消合并权，也互看作是川普政府打击关键美国技术流入中国的一环。中科技脱钩，我觉得这个大概都是一个大的趋势。在中国自制的 EUV 的机台的部分也有说法说，可能在2025年的3Q 就有机会执行的试产。不过，就伫这个月，美中两国才拄啊达成贸易协议，同意暂缓推出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即马可能出现变数，业者烦恼会对厂商伫中国的营运造成冲击，佮加大美中紧张关系。无论是记忆体或者是晶圆代工，一定都会含有美国的技术的成分，所以说你要规避掉美国的技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此，北京官员强调，这个行动并不是新的贸易升级，而是为了让晶片设备许可制度甲中国对稀土
材料的管制机制是相同，不过后续影响也需要长期观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我来关心一个意外的消息。台中的新光三越百货公司昨昏是又搁传出同案的意外，有规底钢棒是向为13楼的楼地板转呢落落来12楼的，现场是破一坑真大坑，不过加在是无人受伤。若目前市府因为安全相关的问题，嘛已经要求大爱部分的所在先停工。新光三越百货台中店今年2月13起爆发生高达，相关受损楼层继续整建修复，不过2月搁传出同案意外。原本要做13楼楼地板钢绳帮，也搁有因为起爆变形换小量的工程，不过一大片钢绳帮加控制力的脆架，煞直接落到12楼，后备足工人行一条。消息传出了后，台中市都发局官兵派员去了解。研判应该是切这个板的时候，造成上面局部的一些混凝土块跟那个钢筋网，还有连同这个板一起从13楼的地板掉到12楼的地板。那造成很大的这个震动啊，跟那个声音。钢绳棒落来了后，13楼的楼地板直接出现一个大坑，好在在无工人落落去。结果技术表示，这款的施工方式真定看，不过确实会当搁较谨慎。台中市都发局也表示，这个工地的防护措施要搁加强警力，加增加换楼板范围的防护围篱。其实他在施作的时候，13楼在开挖的时候，12楼其实下方是没有任何人的，所以此次也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了。但是因为它的防护措施我们还就比较高标准的来去解释，还是有不足，所以我们局部会停工了。都发局要求新光三越局部停工，等待提出施工安全改善计划了后，才会当搁复工。新光三越强调，目前工程拢是修复计划内的正常施工程序，会依相关规定，搁强化工程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马拿诈骗的手路800款，入要消化这的压榨钱，嘛有新的手路。即马刑事局查到有诈骗集团甲骗来的钱换作是黄金，而且了后搁走私去外国来洗钱。目前查到的黄金拢总是价值差不多7700万，而且为去年7月份到达，上无已经走私超过300公斤的黄金出境啊。另外，伫台中有民众想要汇200万，互因客查某囝来去做投资，不过后来经过调查了后，才发现讲，其实这嘛是诈骗。供用大型的电机甲烟角击开，还佫直接用喷火器来扬，因为诈骗集团甲黄金藏伫咧内底，准备用假的方式走私到柬埔寨。警方表示，这黄金是诈骗集团伫台湾先甲赃款，透过洗钱集团换做黄金，搁再走私出境。拦截扣押陈显所寄送至柬埔寨之包裹，内有铅合金金块2块，经切割查验，发现合金内有12块黄金，每条1公斤，随即在隔日拘提集团上手李贤，当场查获金条12块。刑事局年初查到假币商投资诈骗案，发现诈骗集团用走私黄金来洗钱。经过半年的追查，这个查到包装完成，还佫还未包装的黄金差不多有24公斤，市价差不多7700多万。嘛逮捕姓李甲姓陈2名嫌犯，警方清查嫌犯假件收据。发现2个嫌犯为去年7月开始走私黄金，估计已经走私超过300公斤的黄金出境，专以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移送法办。另外，台中警方就是成功阻止诈骗，保钓民众200万的存款。我要领现出来转账，他们现在不给转，真的没问题。预汇款系台币200万元，经关怀提问是要将款项转账至阳性感女儿的账户。用于投资股票跟期货。警方表示，姓杨的女主到银行想要汇款200万，互伊的客查某囝作为投资股票，但是行员感觉奇怪，通报警方。警方拄啊到场了解状况，这里民众还阁坚持家己无去骗。经过警方不断的提醒，所讲的客查某囝投资股票，拢是诈骗定款的方式，钱恐惊有去无回，想要民众较取消汇款。公司新闻台中报道。昨晖是夏至这个节气，在台湾的高温是降到36度这么高，而且真侪人嘛开始开冷气。若目前的电钱是用热人的电价咧算的。不过，即马网络顶煞是有人咧乌白喊讲，无共时段的电钱拢无共款，而且讲尖峰时段的电钱是离峰时段的10倍。
台电知影了后，是赶紧出来赔货，嘛提醒民众这是假消息。若个热天就爱耍水，天气真热，囡仔早游泳圈往那破换那耍，抑个水顶头拿是真好耍。而都是夏季，全台温度称真悬。根据气象署观测资料，全台上关温在园林称到36.3度，西区高雄、内门、台南、玉井也拢有36度的高温。到下晡，气象署也针对高雄、屏东、彰化发布甘仔式高温警报，气温达到36度以上，而且连续3日以上。带小朋友来玩，小朋友就可以放给他去玩，我们都不用理他。对啊，很方便，消暑。现在的天气就是一定要开冷气才会待得下去。可是会不会觉得电费很高？电费对啊很高，所以要用节能的。未少人伫未开冷气，毋过最近网络上传出，讲台电要用3段式电费，为早起7点到下晡1点电费是平常时5倍，下晡1点到3点电费钱是平常时10倍。呼吁民众用电爱注意时间，毋过台电澄清这是假消息。绝大多数大概99%，就是1300多万的用户，大概都是选非时间电价，就看用多少度电，然后我用不同的分段的等级，然后去每个累计的去计算它的电费。那网传这个讲到这个时间电价，它是要让用户来选用。台电解说，交付用电全部是有设非时间电价，也就是照度数，根据汇率来算，会出现分段收费的状况是时间电价不少。不过热天尖峰是下晡4点到暗时10点，收费也比高地方的10倍，甲网络讲的差真大。另外，时间电价无少，爱民众家己评估，适合安尼的汇率计算方式，可主动向台电申请。所以台电也强调，若确认过无向台电申请过时间电价，就免采这种的讲法。记者综合报道。意外消息来关心，昨日伫咧高雄有一栋透天的发生火烧厝，内底有5个人，有的是为1楼走出去。不过厝主伊抱伊的细汉囝，要为2楼的窗仔门走去隔壁的时阵，是一个无细字，怎向摔落去。这囡仔是无着伤，不过这厝主现场怎咧昏去？加在后来人有精神，也若目前因为烧着伤，要咧插管治疗当中。目前警方是表示，这火烧厝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电线烧拍电，才会来导火。透天厝的厝顶庆出大火，消防队出动50人布线抢救。这栋伫新兴区仁爱之家透天厝，就在暗时8点导火烧起来。你到隔壁了？对，啊，这边烧多了。这边120好像也有人，可是目前应该是没事。坎时期记录火灾发生时阵，有人会馆的所在玻璃都先到车路的民众向前查看，发现是厝主加4岁细汉后生。他应该是烟受不了烟了啦，受不了浓烟在跳。对，他不是跳，他在逃生的过程不小心啊。调查一回，厝主冲到2楼救细汉后生，2人会1楼窗仔换到隔壁栋逃生的时阵跌落。细汉后生和爸爸抱咧无受伤，爸爸煞昏迷，清醒了，因为小可烧烫伤砸伤插管治疗。透天厝住7个人，厝主的太太、妈妈加3个人也伫时间为1楼逃生。他们有看到的人，每一个人因为浓烟密布了，对，所以他们就大家也都赶快走避啊。半暝出来，阁烧起来，好佳在赶紧拍花。警方表示，火警环境无挂的介入，初步检判是1楼电器烧拍电，无排除是这张烧甲臭火大的电疗层。按过消防局回应，确实原因要等调查结果才能确定。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已经伫要6月底，嘛伫要休热。提醒民众，今年休热若是要搭船往回屏东甲小琉球，为7月初1开始，即马要来试办徛名的制度。若是坐船，到时会验票，嘛会看身份证。大小总共10单位哦。趁假日，民众坐船到屏东小琉球佚佗，船公司员工收票引导动作。下个月初开始，民众坐船除了船票，爱提出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因为7月初开始，东流线5大业者会举办坐船实名制，至少可以控管上面进去的人啊，对啊，不然好像之前都塞爆，不是都人太多。暑假开始呢？哦，唔好啦，改得啦。一定要检查，但是改得啦。船公司派人打上新的广告，提醒坐船实名制注意事项。到时阵坐船爱提出健保卡、身份证等相关证件来核对是不是坐船的人。预计我们7月1号开始，就先
几家公司就联合开始先试行。对，那这中间如果我们在事情上有什么窒碍难行之处，当然我们会立即反映给我们的长官啊。业者讲，可能会诱导民众坐船的时间，公司尽量优化流程来进行，也希望提早起班来让大家确实。坐船生命税以外，小琉球海保收每人60块观光保育费的范围，也会7月7日开始为三号顶沙区扩大到甲邦湾海保。可以接受因为那个环境本来就是我们需要共同做维护的。我觉得使用者付费的概念蛮重要的。包含隔板湾的潮间带，我们会征收每个人60元的保育费，还有增设龙虾洞的核心区域禁止人员进入，那我们将海胆恢复为保育对象。官府表示，进行3区规划收钱，人潮杀向甲邦湾。去年7月到11月，超过28000人到甲邦湾海保，学者发现当地社团生活密度下降，决定将这个区立即收钱，希望用管制措施减少人潮带来生态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咱台湾是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咱全台湾失智症的人口已经超过35万人，而且患者潜在会出现吞物件有困难，或者是语言退化的现象。台北市语言治疗师公会就提醒，会当透过体检或者是临床的评估，互患者食用较适合食的物件。另外，嘛会当透过唱歌或者是训练喙，也有喙齿等等经脉这个训练，会当维持语言沟通的能力。已经失智8年的蒋阿嬷吞物件的功能也退化，爱专人看顾才会当安全食物件。全台失智症人口数已经超过35万人，以阿兹海默形象来看，3个5成患者有吞物件的困难，都有民间照护团体倡议，手种头发食物，让失智症患者会当透过热的方式，一喙一喙食。便利性的话，就是随时就可以吃啊。我先生他很喜欢，就是看到很好的食物，他就会吃了。语言治疗师指出，失智症照护食物中，常看患者喙的功能退化，甚至认知衰退，造成袂记得食物件，还是食过量等等。建议爱量早评估，若会当伫初期介入，有希望有效维持长者的食物件甲表达能力。他说话变少了，不爱说话了，或者吃东西会呛咳啊，这个是一开始他会有的现象。然后到了比较晚期的时候，介入的就比较困难。用一些各种的就是模式，好，比如说有图片啊，或者是有手势啊，或者是有一些表情去刺激。对失智症患者常看的吞物件甲语言困难，专家也建议会当透过结合头阿妈棍甲吞物件基本训练的健康操来预防继续退化。照顾者会当用图片也是倒顶游戏、手势等等的方式引导长者互动、鼓励表达，维持沟通能力，避免继续退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在地消息，咱要换来看嘉义县沿海咧饲的蚵仔，每一年5月份至9月份的时阵会当收成。不过最近因为蚵仔欠收，有的人煞是半暝去偷挂人的蚵仔。有渔民就讲，其实每一年都有这款的情形咧发生，嘛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斗相共来改善这个问题。农处理新鲜的蚵仔，家己县沿海喂饲过了后，都是养殖蚵仔收成的时间。不过这段时间拢会有贼仔趁半暝啊去偷挂别人养殖的蚵仔。家己县渔业科就讲，蚵农之间互相斗注意，会当减少贼仔动手的机会。对，中午过后还是晚上出去的啊，这样子的行为就会比较诡异啦，就比较可疑啦。那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渔民这边他们应该是互相守望一下。如果觉得那个行径比较怪异，就可以通报县府还是通报海巡嘿。有蚵农表示，这阵仔西人去游，和一寡乌病仔海去。因为欠蚵仔，所以才会有偷挂乌病、偷摕蚵仔的状况。因为海域范围大，监视设施嘛无一定有翕到，所以就算是报警嘛无一定抓得到。这段时间拢有听讲会发生这款代志，嘛唔知要安怎办，那是希望相关单位会来重视。如果科农有发现说有这样子一个小小行为还可疑的行径啊，可以及时通报118海巡的服务专线哈。布袋海巡表示，目前也无接到蚵仔偷挂的报案，不过会伫这段时间以无定时、无固定所在方式来巡查，希望减少相关事件的发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
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